Susan 開始分享。係好，大家好啊，晚上好啊，大家都食飽飯咗啦，嗬。食咗。我咧啊，今晚咧就會講到關於嗰個細胞再生嘅同埋即係我哋嘅身體點樣去個細胞又再生即係好似我哋嘅屋企咁樣啦，或者我哋手機咁樣啦，用耐咗咧，係咪要換入邊一啲舊嘅嘢？一啲零件嗰個屋咧又係舊咗，好似而家尤其是就嚟過年啦，好多人咧都會修理下嗰間屋，但係一樣嘢，人就係咁樣嘅樣嘅咯，偏偏係咪嗰啲手機啦、車啦或者係嗰個屋啦，都會去修理，但係身體唔修理嘅喎。身體就等到佢係咪？真係講好緊要辛苦啦，即係頂唔順咗啦，先至去諗辦法，先至去問呢個問嗰個點搞啊？而家唔掂咗咯，但係其他嘢就好勤力去修理，差唔多每一年都會修理到，係咪？尤其是洗啊，車啊，日日都係個個禮拜都要洗下車，日日都翻嚟洗車。係咯，所以有好多時候咪身體係好緊要、好緊要、重要嘅。所以身體咧，我哋必須要去更新去修理去補翻入邊嗰啲 energy 嗰啲能量嗰啲能力，因為身體冇 energy 咧，冇能力，即係好似你嘅車咁冇力咁樣，你點樣行咧？係咪？身體都冇力啦，你點樣去做工咧？點樣去修復咧？最多就係最扮拉噶啦，而家人身體有 cancer 有成有啲病嗰啲病打針或者去做咩放療咩，總之好多呢啲嘢啦，就係去殺嘅啫，係咪？佢唔係俾我哋身體自己去其實我哋身體咧自己可以有呢個免疫免疫力可以去抵抗所有嘅嘢噶，但係好多時好多人都唔清楚點樣去做呢樣嘢。嗯我再講啦，再講好似我哋身體嘅細胞啦，就好似我哋嘅一間公司嘅員工咁樣啦。咁樣如果員工舊咗或者老咗老化咗退休咗，係咪換一班新嘅？咁如果嗰班新嘅人係冇嚟到，咁樣我哋嗰個新員工就嚟唔到嚟做工噶啦，嚟唔到嚟上班噶啦。所以細胞再生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topic 嚟講。嗯細胞再生係一個非常非常重要，比起我哋嘅人類係好重要。其實除咗人類，動物嗰啲都係有細胞再生㗎。你睇動物嗰啲，其實動物都好叻㗎嘛，好聰明㗎嘛。佢哋一有咩事，佢自己可以搞掂㗎，你知冇？但係人係咪少少事係咪打針啦？都未有事就去打針啦，自己搞唔掂㗎喎。基嗯本上係可以嘅，我哋身體可以細胞可以再生嘅。嗯點解係唔可以咧？點解唔可以咧？點解唔可以咧？點解而家仍咁多呢啲問題咧？點解全部都係講細胞嗰度出現咗問題，又影響到好多病痛咧？係因為而家啲人太忙咗太嗯，忙咗冇得休息。想要即刻就有一個解決方案。係咯，一味諗點樣先至係一個好嘅解決方案咧？嗱，如果太忙又冇得休息，食嘢又食到亂七八糟，哇！呢啲好食哇夠傑呢啲嘢哇！嗰啲好食死埋去食又有啦，係咪？陣間又宵夜啦，又剩啦，咁你嘅細胞點樣再生咧？佢冇。最近仲有榴蓮好平。榴蓮一溝錢啫，而家係咪？一溝錢真係係啊。太平咗啦，嗯，所以即所以係大家。搞啊，
所以各種因素咧，令到我哋咧就冇去認真咁照顧身體嘅。一有咩事咧，立即睇醫生啦，睇醫生就係最好嘅解決方法啦。哎呀，咩事去睇醫生就可以啦，咁以為係咁啊，Susan，你覺得係咪可以咁咧？我覺得係咪可以咁樣啊？你去睇醫生，醫生淨係幫你開同埋閂，開門同埋閂門嘅啫，好似係，係咪？就明白我講咩意思冇？開咗個門去，俾你入一啲嘢落去，然後又閂咗個門去。基本上咧，入邊係冇修復到嘅，佢自己唔識抵抗嘅。啊，就嗯算有敵人嚟到啊，佢淨係俾敵人打嘅啫，佢自己都唔識點樣去抵抗啊，去打。嗯嗯，仲有等好多時候，好多時候咪有啲人咧，會覺得哎呀，我病咗啊，或者我食咩肚痛啊，做咩有啲人啊，又可以咁快好，有啲人咁慢好嘅，點解咧？呢個同環境係好大影響性㗎。環境又包括咗乜嘢？係包括咗睡眠啦，你瞓得夠唔夠？而家你幾多點瞓覺？請問你幾多點瞓覺？問我啊，我問而家呢度嘅人啊，可以出下聲嘅，定係我哋喺嗰度講話咪？好似唔好玩啊，係咪？你哋喺嗰度嘈下先好玩噶嘛？係啊係啊，我大家不妨可以因為今日人少少啦，即係不妨可以開你個咪或者開你鏡頭，我哋大家交流下都 OK 嘅。嚇，阿 Doctor 翻緊屋企啊，阿 Doctor 話咗呢去見人今日。哦，又你覺得啱啦，啊？誒，唔好意思遲入嚟，因唔緊為頭先送貨，係啦。我知道，我知道，明白明白。因為今日都個個都好忙啊，今日 weekday 啊，個個都可能有啲人啱翻到屋企或者喺路上啊。咁我哋喺度傾緊啊，點解我哋身體要點樣樣去點樣去維護啊？即係譬如我哋淨係睇醫生咁講啦，但係睇醫生佢食藥打針啊，真係有立即有一啲舒緩嘅喎。Susan 你點睇咧？係立即俾你感覺到係得噶啦，好噶啦咁樣個樣咯。但係嗯過後咧，你就知道噶啦，慢慢好多嗰啲副作用啊，有好多問題走出嚟，好似我最近係有一個有一啲傷口啊，整到一啲傷口，咁樣嗯就醫生就幫我打咗一味打針啊，唔好俾你發炎啊嘛，啊過後係咪嗰個副作用係哇一個月經期唔識嚟嘅喎，哎呦，佢會咁嘅樣嘅喎，醫生係同你講冇事嘅，呢啲係誒 antibiotic 嚟嘅啫，咩唔會有咩事嘅，你唔係好緊要大問題嗰隻，整傷咗一啲啊，係要打 antibiotic 嘅咁樣嘅樣，但係我一個月唔識嚟，唔識。哇！真係勁啊！我講嗰啲咩嘢，但係睇落好似你會覺得好放心咯。哦，都打開 antibiotic 落，唔會再發炎啊，或者咩會咁樣嘅嗯一個喺感覺上喺人類上，因為呢啲係一個誒關疏嘅消息啊嗯一路以嚟人哋一個環境，大家都係咁樣感覺，你自然都會有咁嘅感覺咯。但係你嘅身體係誒唔識得去抵抗咗噶啦。嗯，佢唔識得抵抗，唔識去打仗咗噶啦。咁啱啊啱。除咗呢啲嘢之外咧，頭先我講環境啦，又係環境嘅影響啦。頂仲有食嘢啦。而家啲人咧係飽到病噶，飽到病，唔係餓到病嘅，係飽到病，係食得太勁咗，太多嗯咗，太侵太多嘢咗，所以又係啦，身體入邊嘅環境唔好啦。就係飲水又飲唔夠啦。嗱，而家啲人好搏命噶嘛，一日到黑都係做工啊，陣間做呢啲做嗰啲啊，有時候飲水嘅機會係好少嘅。嗯。
你唔夠水，你食咗有營養嘅嘢都好，佢佢通唔到啊！佢行到一半，佢 stop 咗落陣間，佢冇水俾佢帶入你嘅全身啊，全身嗰個機器啊，係啊，哦，仲有而家又好緊張咧，哇，快啲快啲，而家塞車啊，翻去啊，陣間又有細路波又去睇啊，好緊張啊而家啊，所以就唔好艱難放鬆啊，咁你冇得放鬆嘅時候，你細胞佢冇時間去修復啊，冇得放鬆啊，好艱難再生啊，呢啲叫做。嗯。所所以啱以而家我哋畫面見到咁多病啦，其實都係好多時候因為我哋自己身體嗰個免疫力好低，咁樣細菌侵入嚟，係咪咁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嘅力唔夠啊，嗯我哋耗緊我哋嘅力，耗費緊我哋嘅力，等入邊熱力唔夠力，咁樣咧一入咗咩細菌咩毒素，我哋嘅身體係抵抗唔到咗噶啦，嗰個細胞就去響嗰度，嗰個細胞啊，佢唔識再生啊，嗰個傷口啊又好艱難好啊，仲有個人啊又好攰啊咁樣嘅樣，所以就會影響好多病痛咯。就喺呢度啊痛，嗰度痛啦，無端端陣間呢度痛嗰度痛啊。點解係啊，無端端呢度痛嗰度痛咧？因為嗰個細胞出現咗問題啊嘛。嗯，好似話我哋講咁啦，所以大部分人咧都係一有咩病咧就去睇醫生攞藥啊，做手術啊咁樣樣啊。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平日有一啲保養啊，相信嗰個情況會好好多，係咪？係，我哋平常當然啦，平常你食嘅三餐啊，你係咪食得比較清淡啲啊？哦，仲有你食嘅營養夠唔夠啊？食嘅營養唔夠，你叫個細胞點樣去生咧？好似你種菜咁樣啦，種樹咁樣，你冇俾營養去食，你點樣大咧？人嗯都係咁樣嘅樣啊！我哋身體咧唔係食到飽到好緊要，係要食到你嘅身體吸收到營養冇，吸收到佢需要嘅營養冇。如營養係夠嘅話，我哋嘅細胞就越生越靚，人就越嚟越後生，病就越嚟越少噶啦。咁嗯。樣佢就好容易修復啊，所有嘅病痛都嗯，我哋講緊係講要平衡，係咪？即係除咗你有足夠嘅營養之外，有足夠嘅水之外，最重要就係你要平衡，營養所有嘅嘢都要平衡咯。係咯。頭所以先呢啲慢性病咧，基本上都係我哋幾十年儲埋出嚟嘅，即係好似我哋嘅積蓄咁啊！啊，我哋而家 saving 啊，儲錢啊，點知一邊儲錢，我哋一邊係儲病係咯，我係燥病啊，所以啊啲人有幾聰明咧？諗下先，應該係燥啊！病。所以近來我哋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急性病啊，譬如好似有啲我哋叫猝死啊，我無端端跑緊步或者打緊波都可以發生問題，係嘛？Susan 你係嗰邊係咪見到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啊？因為而家好年青化，係啊，有時你睇，除咗我平時普通人嗰啲明星，好多都有咁嘅問題出現啦。嗯，係咯，明星咁樣事發生啦，就會比較嗰個影響力好大咁啦，大家就有驚一驚啊咁。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每日去好好地保護自己身體啦，做少少保護咧，就已經可以防止好多呢啲咁嘅事發生。嗱，你睇呢啲17歲啫，28歲、35歲，我本就係來係大把將來啊，好個光明嘅前途，好似呢個總隨35歲啊，結婚冇幾耐啫喎，真係陰公啊陰！如果係自己家人咧，真係睇到好心痛。嗯嗯，所以我哋點解會病咧？Susan，你發表下我哋點解會病啫嘛？講過一輪啦。嗯。
點解會病？就係因為啱啱Rosa 都講咗營養失衡啊，同埋嗰個毒素太多，仲有係咪營養失衡都會影響到加埋毒素都影響到我哋身體入邊嘅嗰個酸鹼性你嘅身體係酸鹼性都要平衡㗎，唔係講你一定要有好多人講cancer 嘅人通常都係酸性，所以好容易有 cancer 誒、如果係太過有啲人諗到，咁我一味鹼性好緊要多，其實所有嘢都係要平衡㗎。鹼性同酸性都需要㗎，不過係要平衡，唔係鹼性就要特別多，酸性就要特別少咁樣嘅樣。睇咩情形之下，睇咩情形之下，當然啦，因為點解講我哋一直要飲鹼性嘅水比較好啲食鹼性嘅嘢比較好啲，係因為我哋食嘅嘢太多酸性咗啦，好唔平衡咗啦，所以我食翻啲鹼性嘅嘢，好似你食榴蓮咁啊，你食榴蓮好容易發熱氣啊，等你用嘅榴蓮殼嚟飲水，榴蓮殼係鹼性嘅，飲咗水又冇事噶，就係咁嘅樣咯，即係佢係平衡翻嘅，主要係呢個就係我哋一路嚟嘅智慧啦嚇，攞上一代嘅智慧。嗯。所以而 OK，家而家我哋可以講除咗個細胞再生咧，我哋都講埋嗰個免疫嗰個治療啦。嗱，免疫治療係乜嘢嚟嘅咧？即係咩治療？即係一個免疫系統好似我哋嘅保安我哋大家廿家我哋喺邊度都有一啲保安啲廿家喺嗰度。咁樣我哋保安係攞嚟做咩嘅咧？捉賊咯！我哋身體入邊好多嗰啲病毒好多嗰啲咩癌細胞呢啲嘢咁樣，佢哋去捉呢啲啦。啱冇？嗯，就免疫治療就係咁樣嘅樣。免疫治療唔係講食藥就可以免疫治療，免疫治療係我哋嘅身體去認得到嗰個賊嘅樣，去認得到嗰個病毒嘅樣，佢去抵抗佢，佢就可以贏過去咗噶啦。唔係食藥食贏佢，係身體夠力去打冧佢。嗯，同嗰啲我哋嘅化療嗰啲唔一樣，化療係掉一大扎架撐嗰啲嘅啲炸彈落去，一掟落去就死晒，就係咁嘅樣啦。所以但係咧，我哋嘅免疫治療咧，咁重要係因為我哋要自己識得去抵抗所有嘅病菌。咁嗯，呢啲係點樣嚟嘅咧？咁羅莎可以講一講我點樣去令到身體有力去抵抗呢啲所有嘅嘢咧？係啊，因為我哋講嚟講去，第一就係唔好俾身體有病啦，第二就係點樣唔好病啊？你日日都喺度，即係喺呢個社會上面生活噶嘛，毒素一定有嘛，係咪？所以如果係可以令到我哋身體，正話阿小成講嘅，你個炸家會比較強力啲嘅話咧，你就好多病咧，你都可以擋住嘅。咁樣如果我哋睇一睇啦，如果我哋話病，你個炸家要擋啲乜嘢咧？咁我自己一個人擋我好似唔係幾夠力喎。咁我要點樣擋啊？咁我哋睇一睇啦。如果我哋平日都會有一啲對身體好嘅呢個營養品你嗯可以抵擋到疾病個機會咧就高咗好多咯。嗯，當然，因為你有身體足夠嘅營養，變咗發炎嘅機會又少咗好多。嗯，雖然睇得清楚嘛，嗰個畫面我 share 嘅。睇得到。所以我哋今日咧 focus 就講嗰個細胞再生同埋我哋身心點樣平衡。剛才講嘅就係營養要平衡啦，你個免疫力平衡啦，你個酸鹼值要平衡啦，你個荷爾蒙要平衡啦，好多嘢都要平衡。講到尾咧，你個 mindset 我哋嗰個想法、嗰個情緒都必須要平衡。所以好多時候咧，你瞓唔好冇精力我食咗好多補品咯喎，但係我腸胃都好差喎，咁點解咧？今日我哋嚟睇睇下。我哋認真去深入少少研究啦，因為
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會講好多關於產品嘅好處啦。咁我哋睇一睇，深入睇一睇呢個產品其實佢有咩好處嚇？嗱，因為我哋而家 AFC 有3個產品啊，科學嗰方面咧已經認證咗每一個產品都非常好噶啦。點樣好法啊？而且我可唔可以食一隻啊？得嘅，其實你可以自己選擇食一隻嘅。但係如果你3隻一齊食咧，誒你嗰個效果咧，你嗰個治療嘅效果咧，會一定係會比較好嘅。我哋會唔會諗到1+1我就有雙倍效果啦咁？但其實唔係喎。如果你1+1+13個咧，唔係3倍嘅效果，你可能係10倍嘅效果。因為咧有一班人咧，有一班專家入去幫你做咗好多嘢，啊，所以我哋今日就講3個明星產品啦。我哋嘅 Usukusu、Superazure 同埋 Hikari 嗰個科學上面係點樣樣合埋一齊嚟增加我哋身體嘅治癒力。咁我哋都會深度咁解釋下 Usukusu 佢個機制係點樣樣令到我哋身體更加容易抵抗疾病。嗱，跟住落嚟咧，我哋會開放少少 Q&A 嘅時間啦。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有啲問題想問嘅話咧，咁啊 Susan 喺度，阿 Doctor 喺度，我又喺度，大家都可以問一問你心裏邊想問嘅問題嚇。所以今日我哋講下睇下3個產品啊。第一個 Usukusu 啦，佢自己可以修復嘅喎。正話講嘅啦，我哋打針食藥化療電療或者做好多嘅手術都好。但係你身體入邊係有一個機制係可以抵禦好多嘅疾病嘅，喺疾病未發生之前更加容易產生嘅效果。就算我今日去做咗一啲醫療手術啦，咁但係身體入邊咧，因為嗰啲醫療手術或者因為嗰啲藥咧，都會造成入邊好多損傷嘅喎。咁入邊個損傷咧，醫生咧、醫院咧係冇咩辦法幫你處理嘅。所以我哋必須要係用自己嘅方法啊，我哋自己身體入邊嘅一個機制可以處理到呢啲由於所有嘅原因受傷嘅一啲部分所以 Usukusu 就可以做到呢部分啦。然之後我哋就有細胞再生啦，Superazure 就係一個patent 咗嘅專利嘅細胞再生產品。然之後我哋有 Hikari 可以點樣樣增強我哋嘅腸道健康同埋我哋嘅血管疾病。我哋嘅腦神經啊，同埋我哋眼嘅健康嘅嚇，所以我哋睇睇下咩叫治癒力啊？治癒力咧唔係話我哋去補啊，唔係話點樣食人參啦、食燕窩啦、食咩嚟補充，因為補咧係單向嘅，我哋只係一個補字，可能有陣時咧好多時候會過量嘅。即係話我補得太犀利喎，好似有啲人咧就食單一產品或者單向嘅產品啦，咁佢產品或者有啲係中藥啊，或者有啲草藥啊咁樣樣，咁佢會補得太緊要啊，變成咧佢個身體咧就失衡咗，冇咗個平衡。所以我哋要身體健康咧，唔係話一定一味補，係要點樣樣平衡。咁平衡咗之後咧，我哋自己細胞點樣修復我哋身體入邊嘅 DNA？我哋細胞好多種嘅喎，譬如有一啲係新生出嚟嘅幹細胞，哇，好強啊，好有力啊咁。跟住咧有啲咧用緊嘅、行緊嘅，佢哋都係有一啲工作緊嘅呢個細胞。仲有一啲咧又老又病又弱咗又受傷咗嘅細胞，呢啲咧我哋身體咧必須要有一個 autophagy 呢個機制啊，將我哋叫做細胞自滅，將呢啲病咗、老咗、冇用嘅細胞咧滅咗佢。即係譬如你有冇諗到我屋企啊嗬，我好多嘢，我屋企有啲嘢即係10年都冇用過啊。如果你將所有呢啲嘢留喺屋企嘅話咧，你屋企入邊好多10年都冇用過嘅嘢，或者30年都冇用過嘅嘢喺度，咁你咪好亂，係咪好邋遢咧？我由於咁樣樣，你屋企入邊可能又生咗好多細菌啊，或者好多老鼠要走入嚟呢度匿啊，咁係咪？我哋身體入邊都一樣咁嘅機制嘅。所以如果我哋身體入邊咧嗰啲老咗、舊咗、壞咗嘅細胞咧，我哋可以用身體自食機制咧去清咗佢嘅話咧，你就會健康得多啦。如果保留呢啲咁嘅病咗嘅細胞咧，佢哋真係會搞搞震嘅喎，喺入邊搞，因為佢病啊嘛，佢梗係咦耶耶咁喺度又搞呢樣搞嗰樣，令到你個器官功能咧都好弱嘅，會慢慢減弱。所以另外一點咧，我哋需要嘅咧就抗慢性炎症啊，inflammation 啊，inflammation 同埋 inflammation 係唔同嘅嚇，抗炎同埋抗慢性炎症係唔同嘅。我哋解釋下咩叫發炎嗬。
發炎其實咧，如果有急性同埋慢性，如果急性發炎咧，係身體發一個警報俾你，喂，痛啊痛啊，好痛啊，呢度受傷啊咁，呢個就係急性發炎。啊！但係如果炎症造成嘅老化啦，身體入邊咧長期咁樣樣發炎，而且係低温悶燒啊，低温悶燒之後，好似我哋去炆豬肉啊咁樣嘅態度啊，你睇下，如果係慢性去咁樣樣發炎咧，你唔會發覺㗎喎，因為佢又唔係好痛啦，又唔係好多問題啦，你就算去睇醫生啊去檢查咧，都好似唔見到有咩事㗎喎，醫生話 OK OK 冇事冇事咁㗎喎。咁但係你身體就係慢性發炎啦。如果你呢個慢性發炎你唔去處理，冇消除咗呢個慢性發炎或者減少呢個慢性發炎咧，你身體就會加速老化。即係話，本來我而家50歲啊，我應該有50歲嘅體力啊嘛，但係我而家都好似70歲咁樣樣。咁呢個就係加速老化咯。如果我哋可以更加逆齡嘅話咧，減速老化咧，可能你50歲係40歲嘅精力啦。係嘛？呢個係我哋一路嚟想達得到嘅嗬。所以呢啲慢性肺炎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嘅暖水煮青蛙係咪？暖水煮青蛙，嗰個青蛙喺入邊啊，好舒服好暖啊，冇咩事啊咁。但係最後咧就嗰個青蛙都命都冇埋。所以佢哋可以好嚴重咁破壞我哋身體嘅健康嘅。所以真正嘅抗老化咧，就係要管理呢個慢性發炎 inflammation。點樣管理咧？就係，但係等我哋睇下啦。如果慢性發炎咧，而家一個人治愈力咧，本來咧我哋身體係個機制係有一個自己療愈自己嘅能力嘅喎，就唔係好似醫生咁講咧，就當你身體係冇能力去治愈㗎嚇，唔可以自己抵抗所有嘢㗎，你所有嘢都要由醫院醫生醫藥嚟同你搞掂，一定要開藥俾你食啊，一定要做一啲手術啊咁樣樣。其實我哋身體入邊就係有呢個治愈能力嘅。所以我哋嘅自愈能力點解會降低呢？點解會受損呢？就係因為好多壓力咯。現場有邊位朋友啊？生活上面係冇壓力嘅？有冇人有咁好彩啊？生活冇壓力嘅？好少咯。所以好多時候壓力啦，係由我哋嘅工作啦，由我哋嘅家庭關係啦，或者朋友關係啦，甚至因為我哋睇好多新聞，係嘛？最近又打仗啦。打完呢樣又打到呢樣又打嗰度啦，咁即係佢哋無形中咧，俾我哋身體好多壓力。譬如政府有啲新政策啦，咁你又有壓力啦，係嘛？譬如你屋企邊個就出咗問題啊，或者佢哋心情唔好啊，咁你又有壓力嘅。所以咧Susan 同埋我咧，我哋都好建議大家啦，將嗰個壓力咧盡量咧去化解。咁你就可以身體好啲，同埋你唔會將嗰個壓力咧 radiate 俾你身邊嘅人，包括你家庭啊、你嘅朋友圈啊、你嘅工作環境啊咁，唔會將個壓力咧傳出去俾其他嘅身邊嘅人，令到大家都有壓力。所以咧，點解會受損就係關於壓力啦，關於我哋毒素啦，毒素有好多種喎，包括我哋食物毒素啦、空氣有毒素啦、環境有毒素啦，呢個精神啊、呢個情緒啊都有毒素嘅。即係正話講個壓力。人哋傳個壓力俾我，我精神就有壓力咯，咁我變咗我精神就產生一啲毒素咯，係嘛？另外一點咧，大家可能好少留意就係腸漏症。腸漏症係點樣樣咧？係我哋身體本來個腸咧係包住一啲毒素，然之後喺下邊排出嚟嘅。咁啊，我再詳細一啲講我哋腸漏症啊。然之後我哋粒線體疲勞啊，即係乜粒線體係我哋個細胞每一個細胞外層咧都有好多粒線體嘅。如果呢個粒線體唔健康咧，你一定會好病嘅。所以但係我哋健康就唔係話我哋點去同病魔對抗，或者好似醫生咁樣樣攞啲藥啊，攞啲咩棒棒棒棒咁將佢希望將佢殺死晒啊，或者希望俾佢炸晒佢哋咁樣樣。所以健康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支持我哋身體本身已經有嘅智慧，本身有嘅治愈能力，令到身體有嗰個能力去調整身體入邊身體所有嘅機能，再加上調整身體入邊所有嘅平衡。如果可以平衡咗咧，身體就一定好咯。所以咩叫腸漏症咧？或者你哋都有聽過叫 leaky gut 啊，即係嗰條腸咧，其實就係漏嘢出嚟。個腸本來有一個屏障啦，嗰啲嘢會包住喺腸入邊，然之後經過消化系統，然之後排出體外。咁咧有毒素咧都喺嗰度排出去嘅。但係咧，如果你腸咧有漏洞嘅話啦，就麻煩啦。
即係我哋屋企咧有個窿啊，有一排窿啊，嗰啲老鼠好容易入嚟嘅，咁解。但係咧呢個腸漏症咧唔係入嚟，佢係出去，佢係將腸入邊本來有嘅毒素咧，本來應該喺個腸入邊包住、保留住喺入邊擋住嘅毒素咧，佢漏咗出去我哋嘅血液入邊。咁會產生咩環境咧？就係正話講嘅慢性發炎啊，inflammation 啊，呢個慢性發炎一發生咧，就會令到你嘅精神啊冇精神啦，每日瞓咗8個鐘頭都好，我起身都係覺得好攰啊。由朝到晚咧，朝頭早起身去翻工就，哎呀食日少咗飯我就好攰啦，咁翻去揸車翻屋企又好攰啦，翻到屋企咧就飯都食唔落啦，就去瞓覺啊咁，有冇咁嘅情況啊？因為我哋咧每日個身體都唔同啦，所以有啲時候係會特別嚴重咁嘅情況，所以你就一定要留意下係咪你個 inflammation，你嗰個 inflammation 咧係好嚴重嘅嗰個時候。所有嘅過敏啊、皮膚問題啊、關節痛啊，甚至我哋情緒不穩定啦，都係由於我哋腸道嘅問題啊，好大原因都係腸道問題造成我哋嘅免疫失衡咗。所以大家呢個腸漏症啦，大家希望去多啲去了解，多啲去處理啦。今日我哋翻嚟講翻奧斯庫斯可以點樣解決我哋呢個問題。先講奧斯庫斯係咩啊？奧斯庫斯係一個定位為高階免疫調節。調節嘅意思即係話平衡下，唔係話太高嘅免疫唔得嘅，因為太高嘅免疫咧，佢會自己攻擊自己身體嘅細胞嘅。所以我哋要嘅就係平衡，奧斯庫斯就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平衡呢個免疫力。好多人同我講佢食一隻probiotic 啊，或者食一啲增強免疫力啦。其實增強免疫力咧太強亦都係唔可以嘅。所以咧佢亦都係一個呢個奧斯庫斯亦都係一個細胞級嘅抗氧化，亦都可以防癌，可以抗肝炎。所以你睇到嗰啲咧嚇，細胞氧化，正話講嘅 mitochondria 啦，呢個粒線體受損啦。另外癌症啦，癌症就係我哋身體入邊嘅病毒啊、呢個細菌啊太多咗，攻擊我哋身體嘅細胞，令到佢病變。再嚟咧，我哋嘅炎症啦、肝炎啦，呢個書佢就可以呢個 therapeutic 啊，即係話佢可以治療肝炎嘅，呢個係專利嚟㗎，唔係話我哋claim 有一個治療作用，係佢有個專利係可以治療肝炎嘅。咁呢個產品咧，亦都喺 KKM 註冊咗啦，亦都喺 AGL 呢個直銷公司註冊咗。最主要一點咧，佢喺 MIMS 咧就已經係位列喺 MIMS。意思係咩咧？MIMS 係一本書啊，係呢啲醫生嘅一本reference book 嚟嘅。佢哋去參考呢本書啊，一個佢哋如果要揾藥啊、揾病症啊，或者最近嘅醫療嗰個趨勢係乜嘢啊，最新嘅發明啊、研究係乜嘢啊咁，佢哋都會睇呢本 MIMS 嘅。所以奧斯庫斯喺呢個 MIMS、SOP 同埋 Gary 都喺 MIMS 入邊，所以好多醫生咧都已經喺度用緊呢個 AFC 嘅產品嚟幫助病人康復。我有啲甚至咧係諗唔到有咩藥啦，已經試咗好多藥啦，都係解決唔到呢個病人嘅問題，所以佢哋用 AFC 嘅產品就好驚喜咁樣樣，呢個產品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嘅病人。所以我哋睇奧斯庫斯有幾個機制3個核心機制，第一個就係免疫調節啦，剛才講嘅將個免疫平衡，佢將 TH1 同埋 TH2 平衡咗之後，活化咗 TREG 就可以平衡我哋免疫力。另外咧，粒線體佢可以保護到，減少我哋嘅 ROS 啊，就係呢個呢個 oxidation 嚟嘅減少呢個 oxidation，提升我哋 ATP，我哋嗰個細胞呢個活力啊。ATP 係我哋嘅細胞活力嚟㗎，每一個細胞都有 ATP 嘅。如果你 ATP 可以活化咗之後咧，你嘅細胞就係好有力。你可以想象到啊，我哋身體幾億個細胞都活化咗，你話我哋係咪精神好？身體健康、精神好，而且年輕化喎，係嘛？所以佢亦都可以咧激活我哋個 NRF2 呢個通路嘅。呢個通路激活咗之後係點咧？可以抗氧化，佢一個抗氧化嘅開關啊！我哋叫做，即係話咧，你一開咗佢。你身體個抗氧化能力咧就會好高啦。但係如果冇開嘅話咧，就一路身體個細胞氧化咯。大家明唔明白點解叫氧化？氧化大概就好似而家我呢個 bicycle 我呢個腳車放出邊，日曬雨淋，咁個鐵咪可以爛咯，係咪？
呢個就係氧化。身體嘅細胞咧，亦都一樣咁樣樣啊。喺呢個氧氣太多嘅情況之下咧，就會受損。個細胞咧，呢度又爛，嗰度又爛，所以你身體個機能咧，因為我哋身體所有嘅呢個器官咧，都係由細胞組成噶嘛。咁身體嘅機能由於細胞氧化咗，所以就會越嚟越差咯。所以我哋睇睇呢個關鍵佢可以點樣協調幾個咁多樣嘅成分啊，咁多樣書入邊嘅成分，點樣令到呢個產品產生一個好 powerful 嘅能力咧？其中一個咧好重要嘅就係呢個岩藻多糖啊，Fucoidan 咧係喺呢個沖繩嘅海藻入邊提取出嚟嘅，而且佢咧可以激活我哋 NK cell。NK cell 如果你而家去做一個 NK cell 治療咧，其實咧係好貴嘅，同埋聽講咧，當然有啲風險，因為佢係侵入性治療啊，佢唔係話你食落去你自己身體去調節，佢係由外力啊外邊揾一啲嘢入去你身體入邊，所以咧一定係有相當嘅風險啦。咁另外有一個乳鐵蛋白啦。啊，lactoferrin 啦，lactoferrin 咧呢個乳鐵蛋白咧可以調整我哋個腸道嘅免疫細菌免疫個機制，所以佢咧有免疫我哋個好嘅細菌多咗啦，壞嘅細菌一定係少嘅，係嘛？即係好似我哋市面上啦，譬如我哋個 town 啊，我哋呢個而家住嘅地方，好多警察喺度巡邏嘅喎，咁當然壞人會少咗咯，係咪啊？因為壞人係驚警察噶嘛，身體呢個腸道一樣，好嘅菌咧就可以。消滅壞嘅菌，就令到咧壞嘅菌咧唔可以生存落嚟，咁啊就可以抗病毒咯。另外呢個 AHCC 咧活性己糖相關嘅化合物咧，就係一個日本嘅專利嚟嘅，所以呢個 USCG 有8個專利啊。佢其中一個專利就係呢個 AHCC，佢係一個提升咧樹突細胞個活性嘅，所以一提升咗之後咧，身體咧又相對更加好咗。另外呢個 glutathione 嘅前體啦。佢係提升我哋內源性嘅抗氧化，又另外一個，因為佢有幾個成分咧，都可以增加我哋身體入邊嘅抗氧化。抗氧化好咗之後咧，細胞就會更加健康。所以我哋強調嘅就係單用一個效果，單用其中一個成分咧，你效果有限嘅喎。即係譬如好多人講呢隻油幾好嘅喎，或者呢隻呢個藻類幾好嘅喎，或者呢種乜嘢嘅好多成分啊，其實甚至包括呢個維他命啊，或者有一啲微量元素啊咁。如果單一使用咧，佢效果係冇咁多嘅。所以我哋話合同產生1+1係大過3嘅協同效應嚇。所以呢個 Osugosu 同埋 AFC 其他兩個產品咧，佢哋都係一個好完整嘅 formula 嚟嘅，一個配方嚟嘅。佢唔會令到你單向咁樣太多補啦，或者太多涼啦。中醫嚟講啊，好涼啊，好補啊，或者陰虛啊、陽盛啊，咁好多呢啲咁嘅單向嘅話咧，佢就唔得平衡咯。嗱，大家睇睇呢個 patent 嗬。USUKUSU 嘅科學根據就你睇呢個 patent，你知就已經知道佢嘅科學根據。嗱，呢度入邊有啲黑色嗰啲字咧，大家睇到係一個 patent 嘅號碼嚟嘅。如果有咩時間啊，你有興趣咧，可以直情去 research 下，可以去 Google 呢啲咁嘅 patent number，你就見到佢入邊嘅研發係乜嘢嚟嘅。所以佢係低分子 fucoidan，佢個吸收嘅率係提升5倍嘅。我曾經研究過呢個 AFC 嘅成分，佢係400、600同埋800個 Dalton。咁呢個成分對好多人嚟講，你講呢個成分咁樣係即係咩意思啊？咁所以800個 Dalton 同埋400個 Dalton 嗰個概念咧，最主要就係你個身體可以好快吸收。如果我食落去，理論上呢啲咁嘅成分係可以達到我正話講嘅抗氧化啦、抗發炎啦，係得你可以抗嘅。但係抗嚟抗去，你吸收唔到，有咩用？係咪？所以你一定要喺科學上邊有呢個技術可以令到呢啲成分咧提煉到一個好細嘅分子，佢可以令到我哋身體好容易吸收。咁除咗吸收咗產生效果之外咧，佢唔會有殘留喺身體入邊，造成我哋嘅肝同埋個腎有好大嘅負擔。所以大家睇睇呢個專利嗱，我哋go through 一次嘅專利，有抗腫瘤劑，有專利免疫激活作用，
有專利嘅丙型肝炎治療劑啊，就剛才我哋講嘅一個保健品啦。通常我哋係唔 claim 佢個有治療效果啦，但係因為呢個係佢嘅自己嘅專利嚟嘅，所以我哋講嘅係專利嚇。佢個丙型肝炎治療劑，佢亦都可以保護我哋身體防止感染，亦都可以抑制腫瘤生長，並且減少抗癌藥物嘅副作用啊。所以我哋好多病人咧，未揾到 AFC 之前，已經去做咗呢個化療啊、電療啊，或者做咗手術嘅啦。咁但係正話講嘅，做咗手術之後，身體個受傷嘅部分更加多咯，因為嗰啲都係毒嚟噶嘛，因為佢炸落去嗰啲chemo 啊，或者揾刀切嗰啲咧，全部都係令到身體受傷嘅。咁而你食咗 Usuku 咧，你可以防止身體受傷，你可以好快修復到受傷嘅部分，而且可以減少呢啲藥物嘅副作用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預防治療同埋治癒呢個 SARS 嘅病菌感染。SARS 咧就係我哋 COVID 其中嘅一個 strain，就喺 SARS 嗰度一個分支嚟嘅。所以跟住落嚟啦，因為除咗 COVID 過後啦，而家嗰啲病毒咧全部咧好多都轉化到有陣時我哋防都防唔到嘅。所以要點樣防病啊？要點樣防止呢啲細菌咧病毒感染啊？就係增強我哋自己身體入邊嘅防止病毒攻擊我哋嘅機制啦。所以增強咗之後，你就可以防好多病。咁另外咧，佢可以對抗活性、養毒性嘅保護作用，即係正話講嘅 antioxidant 咯，抗氧化咯。所以亦都可以減少個毒素嚇。正話講嘅，我哋腸入邊有一個開關，就出咗嚟嗰啲毒素出咗嚟，咁就食咗好少個書之後咧，你呢個毒素咧可以盡量減少，亦都可以慢慢修復我哋嗰個腸嗰個缺口啊。啊！所以咧，大家睇睇呢個科學研究啊，因為我哋講個產品啊，唔係淨係講，誒嗰個邊個就同我講呢個產品好喎，邊個同我講佢食到好似得喎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講好似係咪？所以如果咧加上如果有臨床試驗、有科學研究，你食呢個產品，你會唔會更加放心、更加感覺到個功效係真嘅咧？一定會啦，係嘛？所以咧，烏蘇古蘇咧，佢有臨床試驗，亦都有好強嘅科學研究啊。日本大學研究發覺咧，呢個 Fucoidan 咧同埋 AHCC 咧，可以導致癌細胞凋亡率提升嘅，即係話身體入邊已經有癌細胞噶啦。無論你已經驗出嚟或者未驗出嚟都好，好多人身體入邊咧都 carry 住一啲癌細胞嘅。咁如果你食呢個啦，我喺唔知道我有癌細胞嘅情況之下啦。你身體入邊嘅癌細胞都已經自己會走咗，自己都死咗嘅，係嘛？呢個就係烏蘇庫蘇嘅功力啊！所以咧喺人體試驗咧就會連續8周食呢個烏蘇庫蘇咧，睡眠同埋呢個疲勞咧都會改善，而喺動物嘅試驗裏面咧更加降低 CRP 啊，呢個發炎指數達到40%嘅。所以好多人話我食呢樣嘢抗炎啊，食嗰樣嘢，食呢個羊角豆可以抗炎啊，我食呢個好多嘢可以抗炎啊，即係黃薑素可以抗炎啊，咁係咪？或者食一啲咩Omega 3可以抗炎啊咁。當然啦，你食嗰啲嘢，但係大家加埋一齊食都係好嘅。但係淨係 AFC 呢個奧蘇古舒咧，佢個抗炎指數咧都可以達到降低咗40%嘅。所以呢個配方嚟講啦，就係一個百年老字號194年嘅一個日本漢方草藥，同埋而家做緊呢個醫藥嘅一個公司，一個上市公司研發同埋製造出嚟嘅。今日我哋唔會講公司嘅背景啊，第日我哋如果有邊個朋友需要嘅話咧，我哋可以問你，請你入嚟嘅朋友啦，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個醫學背景係幾強。所以佢科學研究啦，就可以將你個長期疲勞，你睇到我哋係長期疲勞，疲勞到咧你根本都已經習慣咗，係咁咯，我哋起身都係咁樣蒙查查噶咯，係咯，老咗咯，係咁蒙查查噶啦，有冇咁嘅感覺啊？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好多人咧就食咗呢個 ALC 之後咧，佢會感覺到，哎呀，我精神咗好多喎。我以前以為我老咗就係咁樣樣咯，40幾歲咯就係咁樣樣啦，就係咁攰噶啦，就係咁冇力噶啦，上少少樓梯就會喘氣啦，行路行一陣都唔得啦咁。
係咪有咁嘅感覺？如果你係有咁嘅感覺咧，我希望你都會嘗試一下呢個 AFC 嘅 Usukusu 或者 SOP，或者跟住我哋嘅團體，我哋就會開發更加多嘅課程啊、活動啊，就同大家喺各方面啊，將你嘅身體情況，包括你身體嘅疲勞啊、身體嘅發炎啊、身體嘅免疫不平衡啊，咁將佢哋慢慢一步一步由各種嘅方法咧結合起上嚟，令到大家都身體健康，咁好唔好啊？啊，所以如果你有過敏啊，或者有濕疹啊，或者有紅斑狼瘡啊，或者有生蛇啊，所有呢啲嘅免疫平衡咧，呢個奧斯固舒都可以同你解決嘅。有啲人咧2個禮拜解決咗，有啲人咧2個月喎，有啲人咧，哎呀3個月啊，仲未搞掂晒喎，仲有少少喎咁。咁你俾心機食啦，因為每個人身體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機制、唔同嘅情況啊。譬如有啲人阻塞冇咁多嘅，咁佢容易吸收好多嘢嘅，咁佢咪好快咯。但係有啲人咧，其實入邊好多宿便啊，有便秘啊，又有腸道好嚴重嘅腸漏症啊，或者有胃酸倒流啊，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咁你需要長少少時間咯。但係你一定要明白嗬，所有呢啲嘢咧，你用長少少時間咧，將所有問題你一次過解決，即係話我哋喺根源上邊咧解決晒所有你嘅身體入邊嘅問題。咁咧，第一咧，你可以活得更長，活得更加健康，亦都咧人咧睇起上嚟咧精神更加好，個樣咧更加後生嘅，好嘛？咁啊，甚至做 facial 啊，或者去做啲咩美容嘅步驟啊、護膚品啊，都可以慳翻好多嘅喎。啊，所以我哋講抗老化、要美容啊、減少氧化嘅損害咧，就係用 u s 嘅書都可以達到嘅。啊，咁有啲人咧就話，我想減肥。但係好似仲未得喎咁。如果你想減肥而你未得到效果嘅話咧，希望咧我哋跟住落嚟嘅活動咧，可以俾你一啲更加好嘅方法，更加完整嘅方法。你可以由一個方法去減肥咧，做到你4、5個方法一齊去減肥。咁你身體入邊嘅內臟脂肪啊，或者有一啲阻塞啊。有啲毒素啊，都可以一次過清除。所以我哋而家講嘅啦，係一個唔係話即係，哇呢隻嘢淨係食呢隻嘢搞掂啊！你即係神藥嚟㗎，你食咗就百病消除啦，咩都唔使做啊！你食咗之後仲可以出去亂食嘢啊，或者食好多榴蓮啊，食好多出邊嘅加工食物都得啊。咁唔係，我哋希望大家咧，即係呢個咧就係一個trigger 嚟嘅，佢係幫你盡快轉化、盡快建立你身體入邊嘅免疫力。令到你身體更加健康，更加容易長久保持健康。所以我哋講嘅咧就係話呢個係食物嚟嘅 super food 嚟嘅。我哋俾正確有效嘅原料，我哋身體食咗之後，身體更加有力去自我修復啫。大家應該都幾明白呢點係嘛？我哋三寶啦，我哋叫三寶啦，3樣嘢夾埋可以啟動我哋身體嘅治愈生態系統。我哋身體入邊呢個生態系統嚟嘅喎，唔係話即係好似好多時候醫學上面會講啊，你個腎有問題啦，你個心臟有問題啦，你個腦有問題啦，腸胃有問題，每樣嘢都將佢分開晒。但係其實我哋身體入邊咧，全部嘢咧都連接嘅。如果你對中醫有少少認識咧，你都知道咧，嗰啲脈啊，你嗰啲誒所有嘅淋巴，我哋叫淋巴啊，所有嘅管道啦，包括我哋嘅血管啊，都係打通全身嘅。所以如果我哋一步一步將身體嘅機制全部修復咧，你會喺幾個月之內咧，所有嘢都修復咗嘅。嗱，呢幾樣產品其實基本上佢哋係我哋總結講一下啦嚇，佢可以調節我哋嘅免疫力。可以抗發炎、抗呢個慢性發炎，可以創造呢個修復嘅環境，即係將身體入邊咧造成一個好環嘅環境。就好似今日好簡單講啦，如果你屋企有細路哥讀書，哇！你嗰度成日都開住電視啦，隔離又好嘈啦，成日都有人行出行入啦，咁個細路哥點讀書咧？係嘛？佢讀書就算好叻啊，佢想專心啲都唔得咯，因為個環境好亂啊嘛，周圍又污糟邋遢啊，哇！一陣又有老鼠走嚟走去啊，咁又有曱甴飛嚟飛去啊，咁你諗下個細路哥點讀書？係嘛？好難啊！但係如果我將個環境搞得好好啊，好幽靜啊，而且我哋父母喺側邊又係睇書啊，細路哥喺度讀書啊，成個環境搞好咗之後咧，你個細路哥讀書咧一定係好叻嘅。另外一個 Super Assure 啦，Super Assure 都好強啊，非常之強一個產品。佢嘅專利咧就係細胞再生，
即係話我哋用烏蘇古蘇將個環境搞掂咗，將毒素排清咗之後啦，用翻呢一個 Super Asu，佢可以將我哋嘅血液嗰個毒素排咗佢，清咗我哋血液，因為我哋身體咧好重要嘅成分咧就係我哋嘅血液啊。啊，如果血有毒啊或者血唔好嘅話咧，你身體一定唔好嘅。所以呢個奧蘇佢蘇呢個 Super Asu 咧就可以幫助我哋身體清咗個血，而且咧生翻好多新嘅幹細胞，我俾我哋身體去修復一啲已經有損害啊，有已經損傷嘅一啲身體嘅部分。啊，另外 Hikari 咧就會穿透我哋嘅腦屏障啦，修復我哋嘅神經同埋眼睛嘅，所以同時咧佢會滋養我哋嘅腸道同埋我哋皮膚啊。所以呢幾樣嘢食咗之後啦，2個禮拜、3個禮拜，你會發覺容光煥發，你個皮膚咧更加好，你個血色啊、你個氣色啊會好好嘅。所以呢幾樣嘢同普通嘅傳統嘅保健品有好大嘅差異化。第一，佢係醫療級嘅 superfood。佢亦都係一個幾個咧好強嘅配方，呢個配方係由一個194年做草藥、做呢個營養品、做呢個藥嘅公司做出嚟嘅，所以呢個公司咧對正話講嘅所有嘅成分咧，佢哋都一清二楚，要用幾多啦，要用邊一種啦，因為就算我哋講參啊、人參咁都有好多種參噶嘛，用邊種嘅成分啦，用幾多嘅成分啦，用啲咩嘅培植手法，用啲咩嘅process 嘅過程去做咧，先可以達到最高效果啦。呢個 AFC 咧，佢自己好清楚，所以佢做出嚟嘅產品咧，見到咁多嘅效果咧，就由於呢個生產同埋研發呢個公司咧係非常之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食，而且咧佢有好多嘅安全認證，包括冇 GMO、冇荷爾蒙、冇呢個色素、冇呢個糖分、冇呢個加入去嘅糖分。亦都冇呢個重金屬，冇呢個輻射，所以所有嘅認證、安全認證咧，佢都攞咗。所以你哋食，我哋大家食呢個 ASC 嘅產品咧，你可以好放心去食。就算你食多咗，有啲朋友話：哎呀，我尋日食咗8條啊，得唔得㗎？咁得嘅，冇問題嘅。你食8條，即係話你好得快啲咁解啫嚇。因為我哋曾經有啲小朋友啦，真係小朋友嚟嘅，食坐喺度咧，幾包12包12盒啊！佢一次過就坐喺度，自己一路睇電視，一路開嚟食12盒俾佢食晒啊！但係咧，佢食到點樣咧？冇事喎，真係身強力壯喎。所以大家唔使擔心你食得太多，只係話咧，即係如果我哋條件夠嘅話咧，當然食多啲會更加好啦。但係都係唔好話哇太過分啦，係嘛？因為你仲要食其他嘢嘅，仲要食飯嘅。所以今日我哋講嘅真正健康咧，就係嚟自身體嘅治癒能力。我哋要激活啊，同埋令到我哋嘅免疫細胞醒咗，令到我哋身體嘅細胞全部都醒起過嚟啊！咁你就會身體好咯。你諗下，如果我哋嘅身體免疫能力啊，同埋我哋身體所有嘅細胞咧，都烏明瞌睡嘅，唔知喺現場嘅，如果唔係廣東人咧，我可能唔知道咩叫烏眉瞌睡啊，即係話咧成日都蒙查查啊，成日都想瞓啊，愛瞓咁啊，I 困啊，係咪咁講？福建話係咪咁講啊？所以好好攰啊，好眼瞓咁樣嘅情形咧。如果你嘅細胞係咁嘅情形咧，身體就唔好啊，你嘅精神一定好弱嘅。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下一場我哋會多啲講另外一個產品，譬如Super Asu。今日我哋就專注講 Usukusu。咁我想請咧，我哋阿 Docus 出嚟，Docus 咧就係做營養品做咗好多年嘅啦，對營養咧好有心得嘅。我哋想請阿 Docus 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覺得 AFC 嘅產品係點，因為 Doctor 咧啱啱嚟AFC 認識 AFC 唔係好耐啫，所以Doctor 你講一講，你覺得 AFC 係點樣樣情形啊？大家好啊，我係 Dorcas。唔好意思，因為我仲喺車度，所以咧就真係好黑啦，我呢個鏡頭。OK 啊，OK，仲見到你好靚啊！係咩？係啊，其實我坦白講真嗰句，其實我睇到AFC 咧呢個產品咧，我本身真係好認同佢嘅呢個針對細胞嘅呢個理念啊，同埋好中意呢個產品嘅，因為自己雖然係食咗冇幾耐，但係咧又發覺到佢嘅呢個功效咧，哇，令到我真係覺得誒，點解我嘅口啊、脷啊嗰度皮膚啊會滑啲咧？同埋覺得我好想瞓覺，
因為咧好大壓力啊，平時工作上有時都會有啲壓力啦，所以咧都會令我喺平時失眠嘅情況之下咧，哇，好好瞓喎嗰種感覺。其實咧，啊，我好中意頭先啊，Losa 你頭先分享得真係非常之好啊！因為點解咧？我捉到你嘅 point 咧，就係咧，第一，佢係真係呢個產品啦，係針對我哋身體嘅細胞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有病嘅時候啦，一般人啦吓，頭痛就醫頭啦，手痛醫手樣，去到醫生度咧，醫生都係哦，你傷風俾你傷風藥，咳俾你咳藥係嘛？就算係有啲癌症嘅病人啦，醫生都會俾你標靶藥去化療啊嗰啲咁嘅樣嘅嘢。其實呢啲係好多時候係治標不治本嘅，真係表面上嘅一個治療係可以減輕當時嚴重嘅情況，但係咧要真真正正解決身體嘅呢個狀況咧，係要真係針對細胞裏邊入手啊！因為我做開呢個健康產品啦，健康行業咁多年啦，我最重要係我哋嘅人嘅本身嘅呢個免疫系統、免疫能力夠強。其實我哋本身嘅免疫系統已經可以殺死好多病，嗰啲病毒啊、病菌啊喺我哋身體裏邊咧，只要身體嘅嗰個免疫能力啊，本身嗰個能力強啦，細胞夠強啦，其實係可以殺死好多病，所以就真係唔需要會有頭痛醫頭嗰啲咁嘅問題發生啊，只要係啱，細胞健康就得噶啦。所以咧呢係個 A 係針對俾我哋嘅細胞強壯嘅，所以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嘅一樣嘢啦，very good 啦。跟住係係呢個產品咧，我非常之中意就係佢有好好嘅呢個好多嘅 patent license patent 啊，因為呢個係一個認證嚟噶。好多時候我哋講誒食一個產品有見證喎，好好喎咁樣，咁當然係好啦，係咪先？但係如果講我便秘去廁所嘅話，我食條蕉都有見證嘅，都可以去廁所嘅，啱唔啱？係但係呢個 係 patent license 咧係一個數據嘅顯示。係一個數據嘅嘢，因為市面上唔係全部產品話有效嘅產品啦，都有呢個 patent license，都有呢個專利權噶，係真係經過認證咧，有數據認證咧，係經過科學家嘅測試，好多種嘅測試咧，先至會攞到呢個 patent license。所以呢個AFC 嘅產品，佢本身就有佢自己嘅呢個專利，所以呢個係非常之好啊！唔單止係呢個係我哋人食咗嘅一個見證啦。當然，因為我喺 FC 裏邊睇到好多人嘅見證，哇，好 powerful！嗰啲啊，20年搞唔掂嘅病症，食咗 FC 就好翻啦。嗰啲皮膚嘅問題啦，洗腎都可以減少次數嘅，真係冇可能啊呢樣嘢啊！好似食三高嘅藥啊，好多人係真係一食就一世噶啦，但係透過 AFC 咧，身體嘅健康嘅狀況係可以得到逆轉。所以呢樣嘢係我真係好開心啦！遇見呢個產品係真嗯，係可以令人生係有盼望嘅，因為是呢個健康行業咧，一開始係我30歲，我今年三十七歲啦吓，38嘅啦來臨，咁樣我係其實30歲嘅時候就患上咗大頸包，我估唔到我自己30歲甲狀腺就出現問題，所以就真係嗰陣時先至去開始照顧健康，留意自己嘅健康，所以我先至會入到呢個健康嘅行業裏邊去研究。其實我係愛救我自己，因為我唔想30歲食藥食到我80歲，或者我都唔知到時會唔會10歲，係嘛？食藥食咁多年，醫好咗我呢度嘅病啊，分分鐘我腎都搞唔掂啦。所以嗯，所以係真係健康係由最細嘅時候開始就要照顧啦。所以唔好等到我哋嘅消化系統出現問題啊，神經系統出現問題啊，或者係免疫能力出現問題啊，先至去照顧。由健康嘅時候就真係要開始做預防啦。所以呢個 AFC 嘅產品，我覺得非常之好啦，因為佢係首先針對細胞開始先啊，所以呢樣嘢係好值得去推薦俾身邊嘅朋友嘅，係係啊，真係真係係真係非常之好。所以聽好，到阿 Rosa 姐咁分享咧，覺得哇太開心啦，太好啦呢個產品。係啊，係啦，更多嘅見證咧，我哋聽日會有一場，就有幾十個見證啊，所以大家
聽日留意啦，8點半啊，我哋會開一場，因為而家我哋喺馬來西亞啦，已經有2年咗啊，所以見證咧係多到咧分享唔完嘅，因為佢個效果好快啊。我哋都係食過好多保健品啊，但係效果如果需要2個月先見到少少咧，就會即係大家有啲人會放棄咗啦。但係 AFC 咧，佢2個禮拜就可以見到好多效果，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好熱心咁去食咯。啊，咁樣就調整啊，因為人係咁啊，而家嘅人啊，真係冇咩耐性嘅喎。你叫我耐啲先得到效果啊，你叫我俾啲心機啊，咁好多人都係冇咁好心機嘅喎。咁所以咧，呢個 AFC 有一個強項咧，就係因為佢分子好細，啊，同埋佢嗰個 formula 咧可以發生嘅功效咧，正話講嘅1+1唔係等於2，1+1等於5、6、7、8、9咁多，咁佢嘅效果好快好多，咁好多人咧都會好有信心繼續食落去咯，啊，誒，多謝你啊，Dorcas，阿 Johnny 要唔要講兩句？佢就揸緊車就講唔哦，到啦，輪到佢揸車咗啊，係到佢揸車啦。係咯。好啊好啊，咁我哋聽日見啦。聽日你8點半，我哋如果你有咩見證嘅，都可以嚟分享下。因為我哋有陣時我哋啲人，我哋啲朋友啦，好熱心嘅。佢唔係話要做呢個生意啊，或者點樣樣，但係佢自己得到嗰個好處咧，哇，頂唔順啊，要分享出嚟俾大家聽嘅咁樣樣啊。OK，咁樣阿 Susan 有冇咩補充啊？咧，如果係跟住落冇冇，去咧，我哋同阿 聽 Dorcas 你啊、真啊，夠啦。或者我哋其他嘅老師咧，我哋會越嚟越做得多呢啲咁嘅場數啦。所以對於健康啊，對於點樣調理啊，或者甚至有病啊，好似阿 Dorcas 咁啊，哇，大頸泡咁樣樣，我而家30歲就大頸泡咯，我到幾時啊？大頸泡到幾時先掂啊？咁樣係嘛？所以咧，如果你係有咁嘅問題啊，啱啱開始嘅時候咧，最好就係調理嘅時候。啊，所以如果你可以開始嘅時候可以調理到咧，你以後個情況咧會越嚟越好，你會免除呢個病，唔使再擔心以後佢會嚟。啊，交俾你啊，Susan，你分享下。Hello，Miss Cole。喂，邊個阿 call 有嘢講，阿 call 你有東西講嗎？对对，啊，我想好啊，好啊，你我分出差很享一下。好，上次在 KL 毕业典礼见过你，哎，对呀，对呀，我都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对对，很想因为你了。啊，我想问一下哦，我的最近哦，应该是2个月前啊，他们有帮我验血啊，就是说这样剁手了，然后放那个放大镜这样看的那一种啊，嗯用机器 computer 看啊，然后可以看到你的血的那个跑的的那个细胞的跑的那个是不是粘在一起啦，还是分开啊这样子的咯。但顺嗯便他是有看到我的那一个肠漏症啊，他讲我有肠漏症的问题啦。所以就有建议我吃他的一些产品包，就是帮助我那些肠漏的问题。要不然我给他看我的 AFC，我是吃那个红色的，让他讲这个很好，只是说价钱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他就讲说他们的会比较便宜一点，然后就吃那个肠的问题咯。所以我就在想说因为我是刚刚吃了有2个月啦。我也不懂说到底是怎样，肠漏的问题，那天上一个月有去看的时候，他讲肠漏还是有，只是说那个我们的血的那个凝固啊，就是它有分解到比较好一点哦，没有这样黏啊那个嗯血的问题咯。所以我是在想说，因为肠漏症的话，他讲你吃这个这样好的话，也吸收不到嘛。如果你肠漏没有医好的话，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天我问那个 Penny 老师，他是讲说这个红色的是可以帮助到这个肠漏的问题啦。只是说我的经济能力有限啦，我是吃1天1包是晚上要睡之前我是这样吃咯，差不多我是吃要1年了啦，这样子的红色，这样子一直在吃咯。11月尾的时候，我去那个 doctor check 我的那个子宫瘤哦，是有发现到我的那个肿瘤的肉瘤有增长区啦。然后不过子宫是有小区咯，因为我是有子宫的问题嘛，就是有那个生水瘤啊、血瘤啊、肉瘤全部都有啊，这整个子宫是肿的啦，是上次是看是10 cm 哦。所以那天11月我去看，因为我也是吃 AFC 吃了1年嘛，所以它有慢慢小去啊，不过没有小到这样快哦，就是说它是现在去看的时候是8 cm 啊，整个子宫啊就有小了，差不多2 cm 这样哦。只是说它的那个反而那个肉瘤长大去咯，肉瘤是本来是2点多，现在差不多
要3点多这样啊。他是那个 doctor 是这样讲哦，所以只嗯是说 Penny 老师是建议我吃到3包，就是说我没有能力吃到这样多包，然后就是说这样子一包一包这样，就是说会帮助到我怎样啊？我也不知道怎样讲这个嗯肠漏的问题。嗯，是不是你要分享吗？OK，因为这样子哦，因为一天一包，如果身体有很多问题的，他要一个个去解决，我搞得嗯，左边来，右边又生出来了，对吗？哦会有这些情况了，但是你当然吃比没有吃更好咯。哦，但是它的过程会比较慢一点的，所以我常常都呃提议大家，你要吃这个产品，它不嗯是贵，只是嗯说我们总之你有钱没有钱，我每一个月呢拿钱出来，我都有一点压力，对吗？因为我的嗯钱又留来给我孩子用啊，留来什么什么很多用法的嘛，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好像你有很多这个身体里面的问题。我如果大量吃的话，我的效果会很见效的。但是如果我慢慢一个一个吃啊，慢慢吃啊，我都就是救的火来，那边又起一个小火头来了啊。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介绍一下，就把它当是一个我吃了我好的地方，我跟人分享一下。我相信你的精神一定好过以前一点。对吗？就我跟人家这方面分享一下我的好的地方，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有同一个问题，也不是每一个人有同一个经济问题，所以如果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话，可能我就有多一点回扣啊，我可以吃多一点，这是其嗯一。第二就是我跟书生跟Doctor 啊，我们就大家想把这个把我们的整个团体就是变成一个不单只是吃产品的团体，我们希望把其中一些食疗啊、一些生活习惯啊，大家都可以做多一点，因为整个健康就是很多个板块的嘛。现在我们有一个板块就是我们吃这个 AFC 这个营养品，它好，但是如果我吃东西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注意，我吃的进去的东西很多产生毒素的话，那我 AFC 的产品又要去排解你吃进来的毒素，然后我有很大压力了，又有很多的情绪的问题啊，那个 AFC 又要去解决你的情绪的毒素，那它解决你的子宫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的地方就比较没有力了咯。而且尤其是我们吃的分量不是很够的话，就会感觉好像好像效果又不是很快这样子咯。所以跟着下来我们会开多一点给大家可以参加的，包括活动啊，包括课程啊，就大家可以一起进来，大家听一下要怎么样去生活。因为一个健康，大家每一个部分都做得很完美啊，或者是做好一点的话，你身体的健康就可以保持得更加好了啊。所对。以，嗯，你停了多久？你多久没有去吃这个 AFC 了？我每一天都吃，我就吃了差不多1年了，每一天都吃。现在也是每一天都吃。就是要睡之前吃1包。是说 Penny 老师是跟我讲说，可能叫我增加到3包。让我再啊。算一下，我那3包的话，蛮压力一下，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月吃一盒这样子嘛，所以啊，如果你3包的话，我一个月就要吃差不多要3盒哦，所以我真的是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啊。对对对对，我们都知道的，因为呃，好像刚才讲的，你的经济每一个人都想留多一点钱的，所以如果你是去 pharmacy 买，或者是你去医生那边拿药什么的，总之你就拿不回那个钱的，你没有可能医生给你佣金的。嗯，我介绍朋友给这个医生看，他也不会给你佣金的嘛，对吗？但对对，是 AFC 因为它在直销的这个季度里面呢，它可以给你佣金，所嗯以我们觉得就是自己调理自己的，包括我去用一些方法，让我可以吃多一点，可以快一点帮助我们身体去调理。就是好像其实很容易分享的，我们很多人都是，哎呦，胃酸倒流没有了啊。就跟朋友吃饭啊、喝茶的时候提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的嘛。那他们听到就想要咯，想要就公司如果这个朋友买了，公司又给你佣金了，
如果介绍到几个朋友来买的话，可能你的产品哦，根本都不需要钱，对吗？这个你跟我们多一点啊，我们有很多方法去分享，或者是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哎呀，不好意思跟别人讲，会不会这样啊？对对，有时候啊怕人家会拒绝啊，就是说，哎，啊有很多，因为等一下人家会讲说，哎呀，市场上有很多产品啊，什么啊我为什么要你的又不便宜啊？哇，只有我有跟我的同事讲，他们讲说，哇，蛮贵一下，我可以拿来供车、供物资啊。那天就啊，是我对对对，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嗯讲有那个血糖的问题，像好像就是差不多是糖分的问题啦。然后我就讲说，哎，这个产品是可以帮助到啦，它是细胞啦。那他讲说，我说一盒是600块哦。他讲说，哇，saya boleh ambil buat installment kereta rumah 马来人的他是我都这样讲。是真的，所以大家都看到那个经济可能越来越差了。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多一点，我们会给你信心，给你那个能量啊，去分享给其他人。因为好像你说怕人家拒绝，也是很多人有这些问题。但是你如果有这个问题，你不去解决的话，以后你去洗肾，每洗一次肾都是要200块，一个礼拜洗3次就是600块，一个礼拜就吃掉一盒产品了，对吗？所以你要留到那个时候再去解决问题的话，你就可能就更加难解决了。所以现在如果600块一盒产品，它价钱也不便宜啦，但是也不贵。如果同类产品啊，有医疗级数的产品啊，你没有1000多块你是拿不到。所以这个产品你说它贵，它一点不贵。有些人说哇300块，我以前吃那个产品300块罢了，我现在600块，我叫你隔天吃咯。你得到的好处可能比你吃300块那个产品更好，对吧？这个自己调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它分享一下，你就可以拿到那个佣金，你就可以免费吃了的。你多一点跟我们一起啊，我们教你怎么去做好不好？因为我们好好自己就每天在做这些的事情的，因为第一不是我要赚朋友的钱，是我们其实好像你刚才那个朋友，如果你帮到他血糖没有问题多好。对嗯，吧？现在他如果血糖高的话，他连保险都买不到。如果万一出了事啊，如果他是赚钱那个人，整家人都出问题了，对吧？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他们可以接收，我们也可以很安心的去分享，这是最好的了。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产品的。老实讲，我跟你讲，Miss Ko，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产品啊，无论他有病没有病，有一点点病还是有大病，他都需要。好像我们没有什么病，但是我要年轻一点哦。对，保养就越看你越美啊。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就希望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了，不要老起来啊，就是在那边不能出来交际啊，不能出来跟朋友喝茶都不能，对吗？所以我们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你说，你看到如果你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可能我们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有活动的时候，你过来，我们谈一下怎么样去分享这个产品，因为很自然的这个产品。我们分享起来很自然，然后它虽然是极小，但是没有其他极小的那个限制。很多极小啊，你每个月一定要帮他买的哦，你没有买你就是断了啊，或者是你没有佣金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公司它完全没有这个限制，你一年买一盒，你也是有买，你也是他的会员，你也是可以拿到那个佣金。对吧？所以这个是让很多人都很自然可以分享到，可以拿到那个佣金，可以长久的吃的。我们要的就是长久一点吃了。关于你的情况，我等一下跟你个别再谈一下。可以可以可以，好关于你好，食物啊，或者是那个生活习惯那方面，我们谈一下。可以可以，好好，谢谢 OK，你，谢谢。好的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有没有补充？哎呀，我都怀疑来了，kick 了。没有补充，不过呢，是可以给大家知道，我们过后其实会讲的东西是跟生活跟健康是很多关系的。过后也就是这个让大家了解更多健康的一些知识。嗯。
所以除了线下之外，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在PJ 有一个 center，那边我们会开很多课程，然后欢迎大家随时上来，我们谈一下，或者是带一些朋友上来。如果你感觉我不能跟他们谈了，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谈呢，你带上来，我们一边跟他谈，我们一边喝茶，好不好？好啊，因为 center 是自己的，比较自由，比较容易去处理了。所以在线上很多朋友都是我们以前的朋友啊。嗯啊，Michelle 在啊。啊，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时欢迎上来我们山特喝一下茶啊，然后大家谈论一下健康啊，这个各样的。然后在线上的所有课程我们会公布的啊。所以明天希望大家都抽一点时间出来，明天8点半会在线上，我们有很多见证啊，有很多个案的分享，很多很神奇的啦，你想都想不到，可以不洗肾的咩？洗肾开始了，我现在也就可以不洗肾咩？就是很多这样的情况的哦。但是这个产品不单只是去医病的，然后它可以帮我们每天健康调理，然后平衡我们每天的那个荷尔蒙啊，或者是我们的免疫力啊，什么都可以平衡的。